善来得正的一个得正的一个果，所以呢叫做这个山区，也就需要行善来得到的。然后定胜呢，就是就近的成就，就成佛然后这两种呢作为我们修行的目标。那么要得到这个山区和定胜的话呢，那么我们要通过这个信心和智慧两种来承办这两种的这个成就所以呢我们要讲这个次第在这里呢，在龙苏菩萨的宝鬘论当中呢，也就是这个得到人天和就近的成就作为目标然后修行信心和这个智慧来得到承办这个两种的这个解脱，也可以说两种的成就所以这些呢都在龙苏菩萨的宝鬘论当中讲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远离四种执着心当中的内容是不例外的，都是同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理解龙苏菩萨呢，也就是过去当中所讲的一切这个法当中，也就是包含于这个修行定为两种的目标，然后通过两种的方法去实修得证这个两种的成就两种的解脱这些都是属于龙苏菩萨的讲法。然后呢，这个龙苏菩萨的弟子升天轮师升天轮师呢，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佛陀作为这个我们的目标佛陀我们的最究竟的成就，我们最究竟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佛。所以佛陀呢，就是已经远离了四种颠倒就是常乐我净我们平时都听说过因为我们本身是无常的东西但一切众生呢，因为无明烦恼覆盖的缘故所以无法了知这个无常的问题但佛陀呢已经了知这个无常然后呢佛陀了知一切本身是烦恼，本身是痛苦，烦恼的这个果报呢都是痛苦。当我们凡夫呢就是本身是痛苦，但我们没有体会到这是痛苦，我们认为是快乐，但实际上并不是都是痛苦。本身我们的五蕴当中呢没有具备所谓的一个我，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的缘故所以呢认为自己的这个身口意当中有一个我，就是一个坚强不推转的一个我严重的一个我执的因素呢，就是认为有我。但佛陀通过他的这个智慧来了知，没有任何一个存在有我的这个现象所以呢佛陀呢已经是了悟这个无我的境界然后一切的众生呢认为不干净的东西呢认为是干净的认为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这样认为。但佛陀呢知道一切的不干净就是不干净但我们作为凡夫呢就是当作常，当作快乐当作有我，当作有干净这个常乐我净是我们凡夫素质的这个一个观点。但佛呢已经是觉悟了，就是了知无我这个一切都是痛苦的一切都是无我的，一切都是不净的平时我们讲这个佛陀的这个四法印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远离四种颠倒的，我们众生就是颠倒的状态，但没有远离。但佛陀呢已经是远离四种颠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升天论师呢，就是作为佛是远离了四种颠倒常乐我净的这个颠倒的状态中，远离了佛陀，那就是作为一个目标，我们要得证的就是佛陀然后同时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发无常殊胜的这种菩提心和他的菩萨的行为通过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要断除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一切的障碍，作为我们的修行这样来然后就是断除烦恼自己的根器呢就变成一位这个空性的一个根器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没有了无空性的话呢，就一切法都是颠倒的我们认为就是本身不干净的东西呢，我们认为是干净；本身无我的状态呢，我们认为是有我的这样的一种执着。所以我们通过修行来作为一个空性的根器你一旦得证了这个空性的境界的时候呢，就远离这种四种的颠倒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就是
升天论师呢，就是通过这样来修行就是变成我们空性的根器然后宣讲了正行的一些空性甘露版的道次第等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升天论师的这个传法，这个波罗蜜层的法显宗的这个修行方式呢，就是这样法。然后我们印度的这个升天论师和还有呢这个中观派里面呢，还有分为中观应成派的大师这个基天菩萨呢基本上都听说过，也是印度那兰陀佛学院的一个大师他呢曾经著作过这个入菩萨行论这个论点他呢就是通过就是作为一个学佛的根基呢，一定要具备这个八下十圆满的人生基础上，然后修行这个菩萨的行为然后它的本质呢就是六度，平时讲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然后禅慧这个禅定、智慧等。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六度来修行然后发愿而这个连接成这个成就佛果的这个次第是吉天菩萨呢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是这样讲的，也是属于显宗部分的这个波罗蜜层的一个实修修心的方法、修心的法门然后呢就是印度的这个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以这个通过这个分为三种的根基来传这个无上殊胜的这种教授，通过三种的根基也就是上师道的这个根基然后就是中师道的根基然后下师道的根基，又分为三种的根基来传讲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法教，也可以叫做菩提道次第的法。所以呢，在这里呢首先要断除这一生的这种贪着然后就是仅仅这个寻求来生作为目标这个呢就是属于下师道的一种修行人。他下师道的一个修行呢，就根基来说，他的这个修行次第的就虽然比起上师和中师的话呢，它就是相对比较低，它就是仅仅为了一个来生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修行仅仅是一个就来生作为一个目标，然后修行的人呢，就是属于下师道的一个修行人然后放弃轮回的一切的这个安乐的果报然后就是仅仅呢就是成败为解脱我就要脱离这个轮回当中这个六道轮回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属于这个中师道的一个修行者然后为了这个有情众生而实修这个佛的成就这个叫做上师道的一个修行者通过这样的这个三师道的这个修行方式呢，是阿底峡尊者讲的。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分为这三种的根基来传这个他的这个菩提道的次第的教授，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远离四种执着心的内容呢，就是同样的，只不过这个词句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同样的，我们印度的还有这个中观应成派的论师，这个月成论师呢也是这样讲月成论师呢，他是通过这样的次第来讲凡夫的时候呢，主要实修这个悲心和菩提心然后就是无耳的心。我们首先呢，通过闻思来觉知这个一切法的它的本质通过我们一个总体的了知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无耳的法门，什么叫做无耳的心也不去执着，也不去没有执着这个堕任何的一个边它就是分析为就一切的这个执着呢都断除的一种修行，也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抉择。通过这样来修行然后同时呢就是发这个无上殊胜的这种两种菩提心，也可以叫做无上殊胜的这个通过悲心然后慈心悲心这样来实修，从资粮道开始这样修行到资粮道，然后通过加行道这个阶段呢都是属于凡夫实修的阶段。那么凡夫实修的阶段的前提下呢，得到了这个菩萨境地菩萨境地呢是属于从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呢都是属于菩萨境地我们平时可以讲就是说第一地菩萨，第一地呢叫做欢喜地第二地呢就是无垢地然后第三地呢就是这个
发光地啊，然后第4地呢就是炎日地等等啊，然后就我们的第10地法云定等这个有10地啊这个阶段，每一地呢都是修成圆满的这个度啊，平时讲的我们6度也可以叫做10度啊，10度，6度上加呢就是这个方便度，然后就是力量度、愿度啊、智慧度啊等这个。平时我们在6度里面的第6度的智慧和，然后这个10度里面的最上的这个度呢，就是它的这个成就的任运方面呢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总共也可以讲，平时讲6度，也可以讲10度。然后这个10地仪通过呢，就是每一地呢就是圆满1个度啊，所以呢，首先第1地的菩萨登地了以后，刚才说的一样，从听闻这个佛陀的这个般若法门以后，通过实修自己无二的心，而且呢殊胜这个悲心和菩提心以后，这样的实修得证了这个菩萨境地的这个登地。那么得到登地的时候呢，登地的时候所圆满的修行的法呢，都是属于这个布施啊，布施圆满。平时我们讲的就是可以，今天我做一个东西给众生布施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布施，不叫布施度。你一旦这个证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是属于您所做的这个行善的时候，那么才叫做布施度啊，就才成为一个布施度啊。因为度的意思呢，就是彼岸的意思，到达彼岸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到达彼岸的真正的是什么呢？已经它是到达彼岸的这个般若的一个成就啊，般若就是到达彼岸就成佛的一个境地。那么成佛的境地呢，通过首先呢就是一个登地的开始。那么首先登地的时候呢，首先圆满的就是布施度啊，因为登地的时候叫做欢喜地。为什么叫欢喜地呢？因为菩萨证得登地的时候，一旦他在修行的阶段，他听到的是有一个人给他要一些东西，甚至要他的这个身体布施他的眼睛布施他的这个手臂等等，然后就这个时候呢，他非常欢喜的，然后割自己的手臂，挖自己的眼睛来布施。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得证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就升起非常欢喜心。因为得到这个登地以后呢，他已经是超越了这个凡夫的阶段，他已经是不是属于凡夫，他得到已经菩萨的境地。那么他也是他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没有任何这个种这个恶的这个种子，所以恶所导致的这个身体呢，就他不具备，他的这个身体呢已经是属于一种非常清净的这个阶段，所以任何的这个身体上的布施呢都没有任何的痛苦。在我们很多经文当中讲了一些菩萨呢就是割自己的身上的肉布施给众生，这个时候呢边割的时候边恢复这些都是因为他得证了这种成就但我们凡夫呢还没有得到这样，还不允许做这些，因为一旦您做了话呢会后悔的。因为我们做，虽然你一种恒心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慈悲心的情况下，割了一块自己的肉给了众生以后，结果呢，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呢是业力所导致还有呢你会有痛苦的，一旦痛苦了以后，你就忍不住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心态，你还没有稳定所以呢你会后悔所以我平时讲的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这个阶段呢到了这个登地的时候呢，就是任何的布施都没有任何的恐惧，而且呢非常欢喜叫做登地菩萨呢就是欢喜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阶段在登地菩萨的时候，他的最圆满的实修的部分是布施。二地菩萨的时候，他最修行圆满的这个实修的部分是持戒。我们平时凡夫也好，无论再怎么修行，他还有一些内心的一些犯戒或者行为没有虽然去做，但他可能会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些世界的这种梦，等等这个会实现因为毕竟还有烦恼的存在。但得到了这个二地菩萨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犯戒的，甚至在梦里也不会实现这种世界破戒的这种状态
任何一个众生他不会失去任何众生的这种愿菩提心等这个任何不会犯这样的戒所以呢就圆满了这个第二地菩萨的时候圆满了这个持戒然后同样三地菩萨圆满了忍辱然后四地菩萨呢就是圆满了精进度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佛陀呢就是这样来从菩萨的境地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所实修的部分呢，就通过这样来这个悦层论思的他的这个法教当中呢，是这样讲的，得到这样的一种成就，作为修行的方式是这样讲所以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远离四种执着心的主要的内容呢，都是来自于印度的这个悦层论师、阿底峡尊者，还有呢这个基天论师，还有呢这个龙树菩萨等甚至弥勒菩萨等这些的一切的法呢，就是来自于这里这些都是在刚才讲的两个阶段当中呢，第一个就是属于在论点当中的这个实修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修部分的这个实修部分的阶段。第二呢讲实修部分这个口诀部分。那么口诀部分呢，就是也有很多种类这个口诀这个口诀的要义来实修的部分虽然有很多但主要的这个是呢这个经咒论师就传授给阿底峡尊者的和然后文殊菩萨传授给萨迦巴的这个两种的这个口诀的这个修行法门修心的法门这两种我们曾经也听说过这个经咒论师